人嘅心識同現代嘅電腦有一個相同點，電腦能夠儲存一切資料，人嘅心識能夠儲存善惡種子。電腦依靠方程式嚟運作，人嘅心識係依照習慣嚟產生行為。所以我哋平日起心動念、言語行為一定要特別謹慎。譬如選購書本要特別謹慎，因為一旦睇到啲唔好嘅書，就可能心中播下唔好嘅種子。睇電視亦要特別謹慎，因為假如睇咗啲冇意義嘅節目，不單止係浪費時間同精力，而且儲存不良嘅種子喺心識之中嘅。我哋時時要觀照自己嘅心念，嚴防惡念產生。乜嘢係惡念呢？凡係損人利己嘅念頭，同貪心、嗔心、愚癡心有關嘅念頭，同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惡口、綺語、兩舌有關嘅念頭，都係叫做惡念。如果念頭重複出現好多次，而且心識力量強大，就會造成行為。行為重複出現好多次，就會成為習慣。習慣以後就會根深蒂固，變成性格。所以佛經講，心地不清淨，就會造作善惡嘅行為。善惡嘅行為發出影響力，就會產生苦樂同凶吉嘅結果。所以業報差別經上面講，一切眾生都俾業力牽引住走，隨住自己所做嘅善惡業而變動。因為呢個緣故，人嘅際遇有上中下種種差別。地藏菩薩本願經講，莫輕小惡以為無罪，死後有報纖毫受之。父子至親其路各別，縱然相逢無肯代受。大家千萬唔好輕視任何一件微細嘅惡事，以為做一啲壞事冇人知道唔會受罪。再小嘅罪，死後不單只有報應，而且絲毫唔能夠幸免，亦無法由別人代受苦報嘅。其實因果報應不單只係報在後世，有好多時現世就得到應得嘅果報。一般人講，富不過三代，點解宋朝范仲淹嘅家族竟然更能夠興盛800年而不衰呢？因為一般人都唔知行善嘅重要性，而且有啲不單止不行善，仲恃住自己有財富，沉湎喺色聲犬馬之中，所以佢哋嘅家庭容易出敗家仔。一旦有敗家仔，無論你幾多財富，都會好快散盡嘅。但係范仲淹就好特別，佢一生人做好多善事，積好多陰德。佢貴為宰相，應該家財豐厚，但係佢將自己全部嘅家財用嚟行善，竟然間忘卻自己。佢去世嘅時候，居然連買棺材嘅錢都冇，可見得范仲淹忘我、大公無私嘅精神係幾咁偉大嘅。中國人有句諺語：行藏虛實自家知，禍福因由更問誰？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動念已先知。勸君莫做虧心事，古往今來放過誰？